唱吗？这一首歌，一起哦。少年家，少年家，这早就要走。是一间想无聊，也是厝内有囡仔咧喊。看你一箍烟头，伫社会甲人走跳，人情世事着爱顾到到。阿伯啊，阿伯啊，哪会无伫咧厝头地？厝内外口甲人拼屈势，唔通坐迄停车来到几步地，煞坐救护车，予人扛去爬，这是。看你去灵魂内底遗憾的界线，再来哦。这是阮将的目标，会当看你去命运当中凄凉的爱歌，伫人生道路甲人生。很棒，你们声音很大声。待会呢还有几次再麻烦你们啊、谢谢。还有人穿制服的啊、很好。后面朋友，小姐呀，小姐，这是现实的社会。怨天怨地，怨无钱的老爸，敢有用钱去美国读大学？咱上起码都有青春的肉体，这是阮将的目光啊！会当看你去江湖内底。这是阮将的目标，会当看你去社会当中，点闪的火光，伫人生道路甲人生。你的英文到底怎么念 ？Gracie， 不好意思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好，欢迎许富凯来到我们吴木大学中部分校，先跟我们中部的大学生朋友们打声招呼。今天不止中部，我看了很多北部跟南部的熟面孔。真的。全台湾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，谢谢你们来参加吴木大学的签唱会、签票会，谢谢。尖叫声，偶像。好开心。其实看到吴木大学啊，我自己在听，我觉得那个整体的概念性很强烈耶。是。其实我还蛮看好，因为我们在电台里头也蛮常播。我觉得明年在各大奖项上面，应该很容易就会看到许富凯，对不对？
不是明年，是今年。过了一个年了，忘记。对，2024，今年真的很有机会，因为其实它整体的概念都在讲一些条通文化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比较少会去林森北路，尤其像我在台北已经13年、14年了，我去林森北路的次数可能10只手指头都还算得出来。那因为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，它有很大的文化底蕴在里头。大家不是想象的说，林森北路好像就只卖酒，卖一些比较有颜色的东西。其实呢，它有很多的人情味在里头。这个也是我们这一张专辑想要跟大家诉求的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用颜色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地方，其实这边有很多的美食，有很多的人文在里头，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就像刚刚这一首歌《问讲巴库米亚》，其实不止这首歌，这张专辑有跟很多非常厉害的一些，不管是音乐圈或者是影剧圈，像刚刚这首歌跟陈建伟老师嘛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他的作品，然后像这首歌的 MV 也是跟阿西哥合作，对。那在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？比如说跟阿西大哥拍 MV 就是一个很慈悲为怀的感觉。慈悲为怀，这条花本是问讲的库米亚吗？怎么会冒出慈悲为怀这个？因为阿西大哥大家知道他长期茹素嘛，那其实他到现场的时候，他就是非常和蔼可亲的。然后对于我们这一些现场工作人员，甚至我，他都是用一种很温暖的状态来对待我们。所以呢，在那一天拍 MV 的现场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压迫，其实就是非常的放松。那在问讲要讲一下这一首歌，原本它是没有这个主题的，对，那是因为我有听我那个广播节目都知道说我讲过很多次了，就是我认识一个演员叫做凯尔，是音乐剧的一个很厉害的演员，然后呢他说疫情那段期间很多地方都没开店，然后呢艺文的这些活动也都停摆，所以呢他就去开 Uber。然后呢，才从 Uber 的那个巴库米亚后照镜看到每一个上车、每一位上车或是每一群上车的这一些乘客的一些故事在里头。所以呢，当下呢，我们想说好，那问讲这个主题在林森北路条通也是蛮重要的，对，所以就写进来了。哇，真的，所以在这张专辑里头有很多的巧思，不仅仅是说要呈现音乐上的概念也好，其实它有更多的故事性的东西在里头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好不好？那再帮我们来唱一首歌，也是有一点故事的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哭了？先啊！你知道，要选歌是一个就歹选的代志。然后我搁最烦恼讲今仔日天气也就寒，好刚才搁有春日，对。听讲透早搁有落雨，对不对？淡薄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希望大家听完我这一首歌。我问一下，是情侣来的举一下手好不好？情侣。有，是吗？有哦。单身的有吗？单身的有吗？也有。我那个摄影师少在骗哦你。你单身啊？你再等等吧。很熟了，很熟。对，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真爱。然后我对这首歌。是专辑里比较可爱的歌曲，好，叫做《No Love Hotel》。欢迎曲不凯，《No Love Hotel》。好可怕！听你喊我来，无人用我的名。敢若写的话，叫我紧来看，选一个号码，就对行。一拍灯火红旗旗，捉袂着咱的心思。伊望我甲一个望一个，才会看到咱的身躯。不是头一摆入来，不是逐摆该精彩，已经变成一种习惯。找一个所在，比起来。
做伙过，No love hotel， 互咱做伙做，No love hotel， 互咱做伙过，No love hotel， 互咱做伙过。 大海不定去找着别人替我掠，若是爱就是世界不幸，流目屎比做工课较忝。因为着算愈合，伊这嘛不是爱情。无论伫内底也外面，拢是同款的代志，不是头一摆入来，不是单摆。 精彩已经变成一种习惯，找一个所在，比起爱，No love hotel， 互咱做伙过 ，No love hotel， 互咱做伙过 ，No love hotel， 互咱做。 互咱做伙做，明明知影这花园拢是塑胶花，明明知影时间到，大家走哪飞，明明知影不敢想。 一间小单是偌济，嘛不敢想咱的感情还有偌济。No love hotel， 互咱做伙过 ，No love hotel， 互咱做伙过。 互咱做伙过 ，No love hotel， 互咱做伙做。不是头一届入来，希望大家拢精彩。 因为我别种习惯，找一个所在，比起来。谢谢 No Love Hotel。那你这高唱，是不是？谢谢。对不？就天呢。刚刚有说到。 喘口气。我觉得今天唱的不是很好，我希望在高雄再平反一次好了。要不要去听？一定要去听的啊！哎，他们很多5月11号票都传本本了。5月11号。对啊，门票秒杀呢！那这门票这个演唱会，其实哎，我觉得比起签唱会，你好像更常办演唱会。啊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演唱会可以把最想要唱的、最想讲的都在演唱会呈现。那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有生之年呢，我觉得唱一场就是少一场，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来听我唱歌，然后用歌声来传达我想讲的一些东西。对，他们通通都会去，而且票都已经秒杀了。哎，5月11号。 也很快耶，5月11，对。对，那所以现在筹备进度，现在月底我要准备进去练团室了。哦。对，要跟岳秀老师，因为这一次的歌单里头还是有跟动一些歌曲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还是要进去那个练团室跟老师 rehearsal 一下。对，那希望就是把一些新的歌曲，还有我自己想唱的跟高雄有一些连结的歌曲，都放在这一次的演唱会里头。 哎，你这个真的是武木大学，你很像大学教授在上课，你在讲，他们都大学生们都很认真的在听。如果不想被延毕的话，就知道自己怎么做了。要知道怎么做了吗？
刚刚呢，我的那个载我来的大哥跟我说啊，你今天把你的酬劳分一半给我就好，当你的车资。我说啊，今天没有酬劳，我今天是来卖唱片的。真的，我们今天现场就有卖专辑，来，我们卖专辑的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挥手。我跟你讲，你家对。刚刚大哥还开错，以为到了经典酒店对面，没有。对，那我就说我转个念好了，就是希望这张专辑可以变很经典的专辑。所以呢，台语唱片非常难做，那要发实体也要有一些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勇气，因为现在很少人会去买唱片了。对，那对我来讲，唱片呢就是我跟我的粉丝们的一个连结，因为我想讲的诉求的都在这张专辑里头。那今天买专辑呢还会送我那个吴木大学的海报。没错。你们一直就是说海报怎么样，今天就送给你们了，因为你知道海报如果要送。还要折完之后呢，还要用一个桶子装。对，然后它粘这样子。啊，那个一打开也就不漂亮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现场就是纸板的给你。直接给你。对，然后还有是不是那个拿演唱会门票来的，我们会送那个演唱会的门票。对，演唱会门票就是直接可以换海报，现场就可以直接换。对，有能丢。能救哦。吴木大学跟石歌这2张。但是因为呢，今天呢比较特别，海报我还是希望那个完中上面不要涂鸦，那是我这种洁癖啦。对，我今天就签专辑跟签票这样。没问题。对，那希望呢大家今天就请多多支持我的武木大学，那边有一对男女在卖专辑的。我们现场今天努力一个催泪啦，把我们这张专辑买光好不好？我们中部分校不要再剩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中部分校今天就直接开催泪。紧卡佩，我紧把那个车资赶快算给大哥。对啦，应该后面在干是不是？你好，那么你后面怎么那么辛苦了？今天要让许不要让我们这位大学教授这么辛苦吗？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学生们，大家催泪好不好？努力一下。我们今天来，除了要跟你签票啊，签这个专辑啊，还想要听歌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场我知道他们很多人都有抢到票，可是有一些朋友，你知道那个票是秒杀呢。我真的也没有想到会秒杀这个阶段。对啊，所以是表示很多人是没有抢到的。我想，因为很多人都是把我的演唱会的门票，因为刚好在母亲节的前夕嘛，所以就想说刚好当做母亲节的礼物送给自己的长辈，家里的妈妈或者是爸爸，或者是阿公阿嬷，感觉是一个很不错的礼物。我个人觉得不是哦，我个人觉得都是妈妈们自己抢的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明明就是他们自己抢的，他们都很厉害。有一些妈妈都还叫她儿子女儿下去抢呢。要啦，一定的啊，比较多人才比较有机会啊。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啦，徐富凯演唱会来合家观礼，老少咸宜，全家一起来啦，对不对？就是爸爸妈妈、儿子女儿，通通叔叔阿姨、伯伯婶婶，对，拢来，大家拢来，好不好？来听他唱歌啦。好啦，你可以上来听伊唱歌好不好？再来帮我们唱一首好不好？可以唱吗？没歌听吗？没啦，没歌听了。要啊！我来唱这首那个扛拍。前面给你们唱，我喝个水。好呀。美しい月が想象的世界，这呢迷人，有我存在。为失去头目甲，想要什么时代，只要你爱，我拢会使。今夜我是温柔的萨姆莱，顺顺免讲出来，已经输进我心内。来，一摆无效，就后摆搁来。
路的巷仔内，梦来转转是不甘，过去年代有影精彩，小故事交关，像个什么时代？ 只要你爱，我拢会使。坦白，坦白，今夜我是温柔的沙舞台，我早有手甲悲哀，将你的笑容找来，来来，手的无够着后摆过来。 我爱一摆有遗憾，世间悲伤甲欢喜，全无道理。你的悲伤甲过去，交予我处理。我的世界你不免了解，真正的名字你嘛不免知。 只要知影我有才调，予你的存心做风台，袂记所有的无奈。坦白，若是要哭，通通予人知。有伫人生的苦海。 对谁讲真爱？你心目的巷仔内，你也错，你错，我出大爱，我爱一摆，把现在，我爱一摆，无遗憾。谢谢。 不凯今天来到这边，哇，唱给大家听，大家听到有爽不？有爽对不对？哎，今天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有时候他唱新歌，心里就会有一些胆怯。对。但是呢，我希望呢，高雄场的这3首歌我还要再唱一次。所以大家要继续练哦，对不对？要。而且刚刚那个扛拜你们都会，我可以听一下你们现场的吗？扛拜。 哦，好棒啊！很厉害，他们连那个某一盖也都唱得很好啊！哎，我再听一次，某一盖。还拉长音呢。我就练呐，你太就搞了。好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，我们是武木大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来签到，来留言。刚刚有说，我们今天留言很踊跃哦，我们要让这个杜凯来帮我们抽一下，看要来抽。哎。 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这些工作人员一个掌声？他们真的很辛苦，对，还做这一些留言板，对，所以就是说我要念出里面几则，是不是？对，来看一下，我们来念个2则3则。好啊，好啊。他们都有署名的，哎，被念到会超爽。刚刚你看被念到，今天睡得着吗？不是，好像来什么神坛之类的。来，这欢喜，就欢喜。对啊。第二小凯祝5011成功 ，I love you so much。哦，这位是橘子姐，谢谢。忠实粉丝哦。对，然后呢，再来这个叫，他是土阿伟，不是土我。阿伟，应该是阿伟你写的啦。对。然后说祝你演唱会圆满成功。阿伟，谢谢阿伟。 好，是要给阿凯啦，对不对？阿伟是什么人？你敢要怎样唱？阿伟，你找你。喂，那么多。嘿啊，我们今天很有哎，你看哇，哎，在写作文呢。哎呦，来写论文呐！你们真的是都大学生在写论文呢。第一副凯，我们从多伦多回来，带我妈妈来看你的签唱会，很开心可以看你的现场，完成妈妈的愿望。她是你超级粉丝，祝你长红久久。这个是Kelly，哇，多伦多海外回来，你家啦。 Hello，妈妈来 ，Kelly。
等下你好，太多我没有办法念完，我再念最后一则。好，最后一则，因为大家真的都好热情。而且你看那个篇幅，一个比一个长。我觉得他在写这是一个不能输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他人家这样写，我就要更多。他写3行，那我就5行这样子，然后他5行，我就写8行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个，好，这个叫淑珍是不是？富凯，超厉害，唱歌好听，超级喜欢哦。杨淑珍就喜欢你这种粉。哦，直接明了，对，直接明了，对决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再一个好了。再一个，好啊。哦，你这个回家是不是看了之后可以在家慢慢读？对，都论文啊。这个有人点歌了。点歌。许富凯祝你演唱会成功，想听你唱《听你的心》。我听你的日心，你爱我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好，唱了，去演唱会听。好，唱完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。听你心，好，谢谢。现在有没有很后悔没有在这个签到簿上面点歌？没关系，没有了。OK 够。下礼拜南部场还有南部分校，你们知道怎么做了吧？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南部也有这个签到簿吗？南部也完蛋。我们一定会土法炼钢。哎呀，你那天要准备好哦。没有关系，因为唱歌真的是我很开心的事情。是啊，对他们来看你，大家也都非常开心。你看，大家今天都挂满着笑容，还带着婴儿来，都当妈妈了呢。这一位小姐，对，从我小 baby， 从她少女时期，我看到现在已经生2个，2个，第2胎了。2个都是女生吗？男生？一对啊，好字，你看。好字，好棒哦！他们是听你的歌才有这个。我想也是，这个也是啊。你们都被阿妈逼着听我的歌哦。刚刚你唱那首歌的时候，我听到小朋友的声音。哪一位？是不是？那个妹妹很会唱。真的。我听你。你爱我。这个好啦，富凯的粉丝，你真的是打破年龄层呢。是因为 baby 就开始了啊，那个现在已经在练了，对不对？讲到我演唱会，确实是真的什么4岁的到年长100那个阿嬷都破百的阿嬷，哇，真的很感动，对不对？这一场我相信他到应该也有一个位置吧，就是他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蓝色的那个歌声会一起现场。好，今天大家来到这边真的很开心，我们来跟富凯上大合照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富凯，我们那个有灯牌的都把它打开，然后专辑海报我们都把它拿起来。对，我们让富凯来跟我们现场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，今天来到我们武木大学中部分校，真的好开心哦！大家大学生又穿制服来，然后对，有那个海报的举海报，有专辑的举专辑。我们让富凯跟现场所有朋友一起大合照，然后也不要忘记哦，我们在下个礼拜3月17号礼拜天下午3点，在高雄的梦时代幸福广场也会进行武木大学南部分校的签唱会。你都会去哈，都会去对不对？下个礼拜天南部哦，在高雄。对，然后也不要忘记，到时候有那个签到本的部分。谢谢。那我在这边也谢谢我们那个台中广山搜狗百货，谢谢所有的同仁，然后这么帮忙，这么支持，对，谢谢你们的一个努力跟用心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富凯，我们来这边，我们来跟现场的朋友们，现场来一张大合照。来，这个海报都把它摊开，专辑，然后灯牌都打开，都举高，对，我们一起跟徐富凯。来一张大合照，就武木大学。武木大学，好开心！今天现场，1、2、3，耶！好，来，再一张，来，1、2、3。
签唱会，今天好开心见到大家。再来一张，一样武木大学，舞举起来，来专辑海报，武木大学，谢谢。耶。好，那富凯，我们要不要待会来进行这个签名的部分？没问题。那我们让富凯需要先喝口水休息一下。那我们在台上也塞一下桌子的部分。那我们等一下要来这个好好的排队。好，那待会呢，刚刚今天有一直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是签这个专辑的歌词本，签专辑的歌词本，还有你的演唱会票。那如果说你要署名的话，记得先找一。